时代的社会里，被民真理一段，是马看主的头前，个满意完成，地高兴为龙的心，享受安宁平定。最后一节。心会是你的地主，两地三位一体，守住归乡的朋友，家主交配无退，咱对亲义的追求，拢是对主会。万人为家己当有，伫天家主作对。请咱来安静心，陪伴家己，祈祷到主的面前。
耶路撒冷的百姓啊，着欢喜满心快乐。耶和华伫恁的中间，就是全人的拯救者。伊要为着欢喜恁来快乐，搁为着欢喜恁来唱歌。信诗第173首，上帝即时临在。信诗第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起立。请议员徛伫，同齐来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6篇，伫新信息后壁面第8面。我来起，恁来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峙的面前，恁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
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圣洁、公义、满有怜悯甲慈爱主。今日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拍败，承认阮的软弱甲过失。过去一礼拜，阮的喙若是有所做，若是有得罪你，无照你的旨意行的所在，求主赦免。恳求上帝监察阮的心，光照阮。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阮的罪，洗清阮一切不义。上帝啊，阮的心常常受世界烦恼、私欲、骄傲来牵绊，只是求主帮助阮，让阮的心归向你，让阮专心仰望你，用敬畏甲顺服心来领受上帝的话。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基督的荣光；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真理；开阮的心，互阮谦卑顺服。恳求上帝只是甲阮同在，互阮的心会当羡慕你、亲近你，互阮的性命得到更新甲变化。恳求你干纳阮的敬拜，祝福你今仔日地无师的讲道。互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荣光，阮的祈祷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学导圣歌队要用圣会道义的地基来献给上帝，请圣歌队。
主耶稣是牵直恶路，愿主施温赐福。感谢新歌队水歌声。圣经，今日圣经记载有两段，记载伫诗篇93篇甲歌罗西书第2章，请听我来读。诗篇93篇第1节，耶和华做王，伊用威严家己称，耶和华用快乐家己称，家己下，世界就坚固，袂摇动。你的宝座对古早建立，你对永远就有。第2段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所以恁既然接纳主基督耶稣，就照安尼踮伫伊来行，已经定睛伫伊，就直直受起造，对神来坚固。照恁所捌受的教示，满满感谢。圣经读到遮，进度。正线的牧师要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来大家勉励，时间交互牧师。大家平安。事实上，牧师伫应该去年就甲讲3月初2，去年我就想讲，遐阁足久诶，佫讲约3月初2，我就讲，迄是啥物日啦呢？结果甲知影讲，因顶礼拜2个阿某是休假倒去金门。刘兄弟姊妹，伫一间教会的牧师，伫因着磨牧会暂时休困，有因休息的时间。咱拢知影讲，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老实讲，我早起和牧师娘要来咱的教会时阵，阮就是算讲，我拄1975年毕业，派伫高雄小港，算到今日2025年，拄50年啊！牧会40年，我就退休啊，未满70岁。迄阵教会小会敢若甲我问一句话：你还没有70岁，为什么要退休？我讲我就是要退休。为什么？因为牧会40年啊！我无代无志吼，甲因应一句话：我摩西带以色列百姓40年出旷野，甘免互我出旷野。阮教会吼一个长老搞怪，讲记一笔准地现任牧师出旷野，从此我就走出旷野。但是还没有走到迦南地啊！刘兄弟姊妹，人生足趣味。咱安怎伫牧会过程，甚至人生的中间，咱起落落，我安怎都想袂到。我的教会民权，迄个时阵伫遐，义杰牧师、姊妹牧师。当初拢伫民权教会，包括今日的指挥若林，我早起我甲讲，无安尼来见我回应的诗啊？伊讲无共款啊，先敬先扬，有影伊先受先扬，多谢先歌队安尼，有影盛会独一，你较注意讲，迄个地基啊，头拄咱所读的歌罗西内面，伊讲。安怎定军伫伊啊？定军伫耶稣基督的教会。换一句话，咱的信仰若定军伫主的内面，袂振动，地基足在啦，毋惊地动啦，毋惊风台啦，伫石盘顶。所以今早起是用基督最中心的教会。我感觉讲。
咱要三角来一只分享上帝的话，用基督做中心的教会。应该可以转才对吧？加里文讲，基督徒伫上帝面前讲着讲的话，做着做的代志。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今日咱的信仰生活是袂当分开。圣经有一句话呢，是就是，毋是就讲毋是。总是基督徒咱有当时啊真趣味呢。啊，无同流合污，啊，无甲人做伙你会去互拜天呢，甚至你会个人怨呢，甚至咱来讲一句话，你去挡着人的财路呢。所以，加里文讲一句话，基督徒伫上帝面前讲着讲的话，做着做的代志，对就对，毋对就毋对。老实讲捌我的人拢知我讲话足大声，足多人拢甲我讲，安尼哪会讲话遐大声？我著剩一支喙尔，真正剩一支喙尔。从细汉的时阵，阮做牧师，这伫头前拢有一个牧师的卡啦。阮囝迄阵拄则会行的时阵，我问牧师娘讲：“爸爸为什么他的脖子上面贴一个沙龙巴斯啊？”有影呢？爸爸为什么贴一个沙龙巴斯？就是在台上讲道。牧师传讲上帝的话，用基督做中心。咱要怎用基督做中心？咱的信仰告别，咱的洗礼，甚至咱安怎伫遮咧吟诗，咱伫遮咧信仰告别时，咱拢讲尊主最大。所以，甲你问即句话，换一句话来讲，伫信仰甲生活的顶面，咱袂当伫遐颠打啦。安怎颠打？就是你伫生活的顶面，你袂当讲信仰甲生活分开啦，无可能。信仰甲生活连做伙。基督徒足趣味，礼拜日来做礼拜，明仔载开始拜五，属龙工商，咱伫遐上班上课，做咱的代志。拜六礼拜休困，咱搁倒来重修安休日。基督徒绝对毋是干那讲拜六礼拜，甚至讲来教会，才是基督徒，出去就无啊啦。若出去甲一般的信徒共款，安尼毋是基督徒。你要安怎诚做敬严的基督徒？所以信仰甲生活袂分开，免怎建立用基督做中心的教会。这是信仰生活今日足要紧，信徒甲教会的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建成教会足无简单，咱这两位牧师足拍拼，因为你的 slogan 安尼吼，我们建成，我们有爱这敢若即阵咧讲啥？壮世代前登记有限的，袂使甲恁淘汰啊啦。这对，咱的建成有听，包括礼拜日恁拢知，有诶会议可能毋知。恁礼拜日拢着去隔壁迄间学校咧，场伫遐咧拍篮球呢。好，足热，逐个台北市诶教会足侪人讲建成教会啊，那个篮球很出名。好，社区诶据点，咱伫即个所在遮做一个据点，咧一只互厝边头尾知讲巷仔底遮有一间教会。建立做基督做中心的教会，圣歌队头仔吟迄首诗歌，圣会独一的地基，或者咱会员若是要吟这首165首，所以你安怎讲独一的地基？
咱今早起就通过安尼，咱三角咧想即个主题，基督最中心的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马偕博士甲因开始福音传到台湾，要来后礼拜3月初9是咱北部纪念主日，释教纪念主日。马偕伫淡水上陆设立淡江中学、新亚医，甚至今日的真理大学甲马偕病院等等，台湾新亚医等等，这伫新学教育学校，咱也看见将福音来拯救甲台湾来建军。福音传来台湾将近得要160年，160年，教会若要成长，福音就要继续传。袂当干那靠牧师中心，每一个信徒的功课就是带着传福音、精进好的精进。今早起咱就安尼来三角想即个主题。请问咱的厝内有挂即块基督是五家之主的匾的人，请举手。好，放落来。我第二句话内面问的是我像你绝对唔敢举手啦。即个匾是挂伫大厅，或者是挂伫个无人看的所在，莫甲你讲带伫个便所内面安尼啊。即块都伫遐区便所是较看到迄块匾安尼，毋对。基督是五家之主，即块匾照统计，伫册房内面，即个匾是小罗第一名。基督是我家之主。教会若结婚，毋若干那送圣经、圣诗；教会信徒若入厝，普通会送即个匾，是讲基督是五家之主。我牧会中间，有时定来去碰到就会友冤家，会友冤家就来找牧师。咧讲的时阵，我拢先甲问一句话。我请问，教会有送你这匾无？有，安尼挂伫倒？挂伫迄厅啊！我安尼两个冤家伫倒冤？伫客厅冤啊！我安尼伫客厅冤的时阵，迄个匾有甲伊拔落来无啊？我哇，恁真好胆呢！顶悬挂基督是五家之主，你一句来一句去，两个冤来冤去。哈！我搁碰到一个会友，我较注意。牧师啊，我有甲变过来。变过来都无看晓，变过来都无看晓。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结果人冤咧到底哦，基督敢若基督咧，耶稣敢若耶稣咧，我上大啦。好，你甲做基督既然是恁兜的主人，想看觅，随时随地互基督成做生活中心。生活中心，今早起咱头拄有读到即个新约，即个圣经节，要安怎结连接纳伫主耶稣基督，照安尼来行，已经定军伫伊直到受起到对神来坚固，所受的教是满满感谢。时间咧过足紧，1万里过2个月过了。2025年2个月已经过去了，安尼后手今年剩10个月尔呢。目睭过2年，咱要过5、4、3、2、1啊！你讲，哎哟，牧师啊，哪有遐紧啊？过10个月。我逐所在咧讲道，我捌看到迄个教会安尼，到即阵圣诞节的遐灯塔，还闹咧。我甲伊问讲，已经。新春也过了啊，都要过偌济，恁哪还阁留济啊？假意者呢？牧师啊，过8个月就圣诞节啦。讲到老李，过8个月就圣诞节啦。所以，请问，恁去百货公司，母亲节一结束，迄母亲节的装饰品广告全部拿下来。迄生理人无人讲哎哟，明年就过有母亲节啦，无人安尼啦。基督徒，咱安怎伫主的内面换新啊？
旧的已经过去，基督徒定根伫耶稣基督，所以我头拄讲，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变会当讲是咱绝对遵守教会元首、教会头子耶稣基督。阮做牧师的上惊会友讲一句话：教会无我袂使。我若听到这，我家务会拢会一直唱起来安尼。我教会无你不要紧啊，教会无耶稣基督袂使。你知影要讲一句话，得罪你。我明天开始不来了啊！偌大咧呢，因为我早起来甲阮牧师娘讲哦，建成教会1公里内面3间教会啦，对面赤红街后壁北门啊，1公里内面3间长老教会，你莫个想甲我骂我来讲，我后礼拜就唔爱来啊！长老教会会友哦，足歹教，成歹去，袂骂咧。3骹步1坎店，无你是要安怎？所以伫遮个中间，你安怎去体会？要安怎伫基督个内面，正做伊的教会？头一个顺坦上帝，用基督最中心的教会，就是顺坦着上帝。顺坦就是服从啦，服从就无简单诶。结婚典礼时阵，有所内面拢讲啥？做丈夫的，你就听你的妇人人；做妇人人的，你就顺服你的丈夫。耶稣基督是教会头，咱就顺服伊。我讲啊，这阵的少年啊，新娘哦，那听到这句，拢问讲：我为什么要顺服他？他是头，我也是头啊！嘿，伊赚8万，我赚10万啊！我也无较注意啊，嘿对哦，你较注意，伫即段内面，谁顺服谁啊？一本册《资本标杆》，阮的时代迄阵的册啦。这本册内面一句话，足注意，信徒甲牧师的回答完全无共款。89%甲21%的回答，就是伫遐甲回答讲啥？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信徒回答讲啥？牧师就爱照顾我，牧师就爱关心会友，牧师就是关心羊群。会友拢期待牧师来关心羊群。11%是啥？11%讲啥？剩的时间，甲叫牧师也去传福音，拄颠倒变。8%到90%拢在关心羊群啊，无时间去传福音啊，无时间做真正讲传福音啊。若颠倒变甲伊问牧师，毋是问会友啊，问牧师同款的问题：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啥物？牧师90%回答讲传福音，恁就去普天的传福音。10%回答关心羊群。咱的教会内面分作几啊组？我想咱的教会一定内面有迄个关怀组、礼拜组、动物组，几啊个组。教会有一句话叫做“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就是分数无共款。圣经讲有诶领5000，有诶领2000，有诶领1000。咱上惊是将遐温数钱甲带咧，早起来看到咱门口2个牧师就徛伫遐，遐个招待就伫遐咧欢迎，就遐是怎个？温数无共款。咱9点半做礼拜，我想因8点外就来啊呢，8点外就大门就爱开啊呢，就爱准备好势啊呢，甚至我。起来了后，看到咱的这音控，咱的这音控人员都开始咧准备吃呢。先歌队就走去楼顶咧练歌呢，无同款的温数，无同款的角色。现在，搁只咱楼骹若有人伊准备咧中昼还是讲第一场刷的迄个爱餐的准备呢。所以，伫这中间，教会。绝对有你发挥的所在。
啊，我拢袂晓，我足含慢的，足含慢，你来坐遐就好。坐遐若是一个上帝祝福，你伫遐替人祈祷，今日替圣歌队祈祷，今日替牧师祈祷，今日替什么哦？祈祷的力量足大，所以教会用这本纸本标杆内面，你会去看见同款的问题，问会友，甲问牧师完全无同款。教会存在的目的，公传福音，甲照顾羊群、照顾羊仔的粮食，当然伊就是用上帝的话来分享。所以有当时啊，你会讲，嘿，啊牧师吼，逐礼拜伫遐咧讲道，足简单的啦。哎哟，安尼爬去咧大殿讲一个尔，一个月毋知讲4摆尔，4场，好领遐侪钱。无我来讲看嘛咧，好不要紧，后个月规期拢拜你讲。我会记哩，我袂晓弹琴，我五线谱看无。啊，有一摆好准备道理，准备啊作甚的。啊，我甲阮牧师娘讲啦，后礼拜互你讲，好，伊毋是新南医毕业的哦，甲印好。毋过吼，你后礼拜弹琴，我拍死，我就要讲道，我就袂弹琴。都袂晓，你要叫我弹琴，所以你甘愿讲道。温事无共款，所以你各尽其职。啊，你也莫共讲，哎哟，啊，我都袂晓弹琴的，啊，弹迄什么琴？你看人弹什么琴？我无你来弹，袂晓就袂晓啊，毋是咱的温事。所以你也看袂，每当一间教会用人做中心。只有满足人的需要，凡事用人的利益做考量的时阵，教会就成做一个用人做中心。甲一般的咱讲做社团 club 同款。我是一个三角来利益的交易尔嘛，来遮啊三角伫遐搬烂尔，教会绝对毋是安尼尔，教会是听的团结。来教会毋是伫遐搬烂。来教会毋是伫遐利益的交换尔，教会毋是要满足人，教会啦变做伫遐成群结党，结群啊，人拍袂入来。来恁建成教会吼，要参加圣歌队袂使，因为吼你毋是即群的人，吼你唱迄毋知第几步的哦，甲阮袂合，甲拜铁，无人敢来。来教会吼，想要参加即个。团契，我头拄有看到咱的迄个奉献地啊，好，咱有足多奉献的项目，咱有足多的团契。你安怎咧关心对内对外？教会有各种你会当参与的团契，你会当参与的工作，所以用人做中心，你用人的利益做考量，你就变做利益的共同体。你毋是听的共同体，你就变做利益的共同体，甲一般的社团共款。所以，咱基督教的教会是顺服上帝，传福音做中心，咱是用信仰做中心。安尼的教会绝对袂出问题。凡事尊主最大，上帝为荣耀，尊主为大。顺坦上帝，无顺坦人是应该的。使徒行传第5章29节，你甲注意讲，当时这学生伫遐讲，我若顺坦人，无顺坦上帝，毋对。所以咱安怎伫遐尊主最大？想看觅，咱的教会是在乎神还是在乎人？哇，这足要紧。咱的教会到底是？法人较要紧啊！我若得罪伊哦，哦，因全家10个离开呢，我拣10个呢。你是人用人数咧做中心，你安怎去考虑？我一间教会是用上帝的话，基础奠根伫耶稣基督，顺服上帝。第二项，传福音。你既然若顺服上帝，耶稣要上天的时阵，甲学生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普天的包括足大啦。了兄弟姊妹，咱台湾
什么上多？庙宇上多，庙宇最多。吼，床头、床尾、餐头、餐尾拢有啥？土地公。吼，土地公哦，关足多。咱当然基督徒较无咧注意，总是吼电视即阵用呾会叫受影响。当旧历2月初2，什么日你知无？你一定毋知啦，人号做头月啦，头月啦。咱干来会记你买月尔，因为买月有通食啦。鸡头莫向我就好啊。咱袂记你头月啊，土爷。因为人土地公的生日，好，你看外国起抓，大家拜下外国起抓，哎呀，土地公生啊！我昨看电视看了到就较爱笑，讲土地公哦，爱食啥？爱食麻糍，嘿，你哪会知啊？伊讲啥？土地公喺电视拢有播安尼，土地公爱食麻糍。我牧师第一句话讲，土地公遮老啊，喙手得长，迄老大人食麻糍加着。所以哦，听听会好啊！你较做一个，因的世俗人，因的心命我相是安尼，因相信，总是咱的耶稣，咱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上帝敢有赢过因？有啊，总是哦，哎呀，人拜对拜啦，哎呀，我加减拜啦，加拜一个吼，较有保庇啦。你来看，教会既然伫安尼。第二个真要紧，除了顺服上帝以外，第二个传福音，教会是质量都要成长。好，我量一日加啦，我人数一日加啦，比做80个，比100个，比200个，好，教会做伙咯。当时阮教会拢无咧讲信仰啊，我拢无咧讲听啦。阮教会吼，都入来吼，你纳偌济会费啊？食几顿啦？我甲外口俱乐部共款啊。你比做迄个所小尔交际啊，你无咧讲圣经上帝的话，你无咧讲传福音，所以质量要安怎成长？真自然，咱伫遐讲事工，教会一定有一寡事工的推展。开好会，你看各部的报告，教会意向就是向前行。今年教会目标是啥物？迄就是事工的推展。向前的事工举办活动，邀请人来吸引社区事工的发展。当然，咱会举行一寡讲社区教会才艺班、语言班、插花班、一烹饪班等等，甚至咱也有健身班。即阵较流行，我听讲学做走摇啦。我讲毋知什么叫做走摇咧，安尼哦。伊讲我咧偌好咧，伫遐行来行去偌趣味咧。教会都要办一寡只活动。什么人来？总是要食饭，伊拢知影讲，我会记得有一个教会办即种据点，要食饭的时阵哦，伊拢讲啦，牧师还未祈祷啦，牧师还未祈祷，袂使食。你讲牧师还未祈祷啦，真好，因知影讲牧师祈祷，才会使食饭。我有一个孙啊。妈妈基督徒，就带伊来教会。因先生无信，当然大家官拢无信。毋过迄个囡仔，转来吼，转来厝内，要食饭，拢甲我讲，小等下，我还未祈祷啦。我好啦，讲阿嬷就讲好啦，祈祷。祈祷煞才会使食饭吼，就要等即个孙祈祷煞才会使食饭。问题吼，即个囡仔幼稚班的啦。伊甲你祈祷个落长咧，较紧的啦，讲腹肚枵啦，我未阿妹哦，阿妹你敢会使食？这若一个趣味咧。毋过到即阵，阿公阿嬷认同教会，会甲因新妇讲啦，你拢毋将囡仔带去教会啦？留遐是怎？做工做盐无简单啦。哎呦，不要紧啦，咱伫咧教会有祈祷，转来就免祈祷，转来咱兜拢无信啦，所以不要紧啦。我请问，基督徒食饭袂记咧祈祷，请举手。这礼拜堂袂使讲白贼了，
哦，恁遮拢恁迄有诚实的不要紧。我请问，袂记咧祈祷，咱中昼袂记咧祈祷，暗时要食饭，有讲来补祈祷，毋捌咧。上帝啊，歹势啦！中昼袂记咧祈祷，我沿暗吼补一摆祈祷，若无补，互做准拄好，会当甲上帝开即个支票，拢空头的。啊，准拄好。今仔哪会无去做礼拜？哎哟，年假啦，啊，都佚佗，赶袂转来，准拄好。你若一摆准拄好，两摆准拄好，你将来你就惯势啊啦。所以教会最中心，咱安怎伫遐来传福音？圣经有一句话：得人如鱼，得着人那亲像掠鱼啊。咱要怎互遮个人入来？当然，咱吸引。想办法互因入来，总是都要留咧啊！伫迄个量顶面，咱都要甲留咧。真正属于福音性的事工，装备造就灵命更新。老实讲，教会都要办这。我最近去教会讲道时，我拢甲因挑战，因为年头嘛，啊，拢会事工的好会，咱的好会手册内面啊，我我看恁的好会内面，恁敢若今年拢无办报道会甲培灵会，一个牧师甲我印象，哎呦，现在没有人在培灵会跟布道会了，哇！安尼阮的时代是属于 LKK 啊，人即阵无咧培灵会、报道会啊，都免啊啦！就迄样是怎个？教会都要培灵，教会灵命都要更新，咱都要去需要。搁充电，所以牧师都爱休假休困，就是去充电啊。充电了，就开始搁有力啊。阮牧师娘顶礼拜去装迄个心脏调节器，以前我做心率调整器，遮倒一粒电池，电池哦会用啊无电的，伊足好，伊那电池哦用14年用啊无电。完全无电，伊讲我来最近啊，头壳讲讲徛都徛袂起来安尼。医生第一句的心脏科医生讲，你偌久无运动？伊讲头半年无运动。伊讲今日照迄粒，你的心电图迄粒，你的心率调节器，即个照咧0度，0度。迄阿苏米看啊，头都9个月。伊去年开始因为骹开刀，所以无咧运动。到今年2月，拄9个月。阮后生讲一句话：“妈妈，你差一点就喘起来。”无电啊！啊，所以9个月，啊，你拄用到最后，用到最后。我印象上深，伊电池倒落去，甲阮后生讲啥？我可以深呼吸啊！我老生个印象，废话，电池倒了都有电啊！咱兜有迄落时间倒电池的，你捌看到迄落时间无电的时，伊安怎跳？跳袂去对无？跳到最后连倒都无法甲你倒，就规个去惊伊啊！都本来还有倒，啊就跳袂去啊！啊！你阁毋敢换电池，惊个？电池换落去，充电，充电就是开始阁有力。了影是怎个？教会需要充电，只要装备咱的教会是毋是有行偏去？咱是毋是重视传道教育、医疗？亲像耶稣当初出来传道理，传道教育、医疗。100多年前，马街来台湾也是以传道、教育、医疗，了影是怎个？教会上了要紧的就是传福音，真正的福音就是开始奠根咱顺服传福音。第三，结果子啊！教会毋是干那直接门关起来，哇，我足满足的。哦，咱咧欢喜就好，逐礼拜日来吼，听圣歌队吟诗，啊，冷气搁吹咧，哦，偌好咧哦！
家己舒服咯，拢无人知，不咧，家己满意袂使结果子，一定都要结果子。所以用基督做中心的教会是结果子。保罗教示咱伫基督的内面，伫遐定根成长。他拄啊，哥罗西第2章第6节、第7节，基督里扎根成长建造，信徒活出大改变，结果子讲传福音。伫基督内面扎根，教会根基就袂震动啊，袂摇动，教会自然就成长，教会自然就因信应灵，教会自然伫这个所在变作金的平台。所以你较注意讲，用基督做教会的中心，就是毋若顺服，毋若传福音，结果子。结果子毋是较结一粒呢。最近咱拢知吼，雨水若伤多吼，做农的吼，种菜吼，我足烦恼的。无雨水，搁较烦恼。种最近上俗的是迄个什么高丽菜、大白菜迄哦，一粒偌济你知无？10块，一粒偌大粒的，10块。上贵偌济？阮新店遐捌买着200几块呀。迄天我迄讲这个时候，一个回友讲，他买到400多块，我讲你迄金仔做的啦，400几块你会较特别的款安尼哦。200-300块就俗啊，变到10块。甚至我甲你讲了，买一送一啦，你10块我加一粒互你咯。拜托，一粒都食袂完，我摕第2粒。结果子，教会需要结果子，教会需要讲传福音。教会需要搁伫遐生团做，所以保罗的教示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扎根，咱又愿成长去做，总会捌推出101，总会捌推出这种背教运动，总会捌推出这种读圣经。咱逐礼拜拢有看到周报内面，咱有当时拢会看到更新。咱就看到遐一寡新的资料，咱伫遐来扎根新眼光，咱伫遐读遐圣经上帝的话，活出大改变，结果子伫基督内面扎根，永远袂震动，这叫做根基。地基若在，免惊会摇啦。所以无累积的5万甲永不止息的爱心，教会自然成长。你就继续传。上帝的灵运行伫咱的中间，伫基督内面成长的教会有一句话讲啥？长大成熟，能结果子，中大成熟，结果子。所以你一丛树仔出来，也袂布芽，也袂结果子，也袂开花，错掉，白白占土地嘛。所以咱就要较稳准，无搁用阮1年啦，搁用阮1年，1年2年，白白占土地，咱一定都要伫遐应信应灵，咱就要结果子。约翰第15章第8节，伫遐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他在咱的信仰告白内面，咱新的改变。咱若彼此相听，人要认出咱是耶稣的学生，彼此相听。阮读新学院的时阵，这新学生拢作业，彼此相听都巧甲毋甲读好势，甲读噪音啊！恁着彼此相拼，真正相拼，拢无咧相听的。相听甲相拼的音差足多，毋过甲读走大去，彼此相拼，相拼就是相生嘛，冤家娘济。教会内面是好用听，所以咱伫主的内面，咱结连一体。想看觅咱的教会是毋是用基督做中心，努力结果子，咱就放心啊！上帝与我们同在。结论来讲，教会是上帝地面上的家，咱唯一的责任就是互基督成做教会主，基督成做教会主，用基督做中心的教会。诗人是头拄仔咱所读的诗篇第93篇，伫遐讲伊安怎世界就坚固袂摇动，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你对永远就有。
上帝是自有应有，最早就有，上帝早就存在，所以教会一定都无论是什么时阵、什么所在，咱也尊主最大，教会的确大复兴。愿上帝祝福咱建成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有听，阁有上帝的话命、灵命来向前行。大家来祈祷，天父上帝，你的话诚做阮的地基，愿阮会哪久哪听你，阮的圣会若起伫耶稣基督的地基顶面，我绝对袂摇动。上帝祝福建成教会。互阮向前行，无累志，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回应诗，信诗第165首，圣会道义的地基。信息第165首，请起立。信会道义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建基，切地永远定国，对你刚领受会议，最初的信友，因会你来美，对是的地民主，他可受掉受主敬，正最一个光华，大家出国之前，当亲亲主来我，多一些命难去可，接受的弥留，撒甘望大地无，所受阮地之流，虽有世人的奇迹，有时多着了乱，有时代的残魂里，免明真理断，心把看主的道情，也得我的完成，以高兴为荣的心，享受万灵平定，心为谢你的地情，连地三位一体，小主归我们的家主他会不停，但对心的要求，都是对尊贵，愿咱对当开讲求，开天家主最对。请坐，奉献，请同欢的同工。
会场请起立。请坐。公道，请掀开旧报。教会以上成员正信徒万民该祭司。公道的事项有4点记载伫旧报顶面，请为着第1点。愿咱的性命会当伫基督内面日日更新，保守圣神所赐合一，齐心起造教会。第2点，为基体卢雪英、陈德明、赖清光、汪林敬秀、刘淑珍、陈秀荣、柯长美、黄世琪、李佩莲、林以诺、窦娇、李安娜、谭一君、杨志坚、辛淑慧、陈丽水、汪倩如、郭玲杰、林兆泰。第3点，为台湾的政府甲立法院政党会当用智慧带领台湾，守护台湾，促进族群间的和谐。第4点，为世界上因为国族甲宗教的因素所造成的紧张、冲突甲战争，求主人民公义彰显。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因为有你，会有活泼的生命，搁伫基督内面日日更新。求主帮助阮，互阮搁较无你的话语，活出甲福音3款的生命，隔离保守圣神所赐的合一，彼此扶持。同齐起造教会，做伙将一切荣耀归伫上帝。主啊，恳求主看顾阮教会肢体，求你医治软弱的，加添力量，互困苦的，安慰忧伤的。特别即礼拜，阮看到调台牧师，伊伫死亡的山谷得到医治，主啊，阮为这来感谢你。愿你的主的恩手继续看顾因、扶持因，互因得到医治甲平安。
掌管万物的主，阮也将台湾甲这个混乱世界拢交伫你的手中。愿主手持智慧，互执政者带领台湾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上，保守这地平安，互无共款的族群会当和平来做伙生活。愿上帝旨意行伫地上，若行伫天顶。愿你的名伫万邦万民中得到荣耀。这时，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声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的人，无抵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大兴，咱做伙来欢迎新朋友，应该是讲阮教会的青人。好，第二个是顾黄礼和牧师的后生甲新妇黄耿杰弟兄跟 Rebecca。请起立，互咱小赛者。因对美国回来德州，谢谢，欢迎你们。第二个是庄燕双联教会的简教授的朋友，庄燕弟兄，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恁甲阮做伙聚会，请坐。好。来报告教会消息有4点，第一点，感谢郑建仁牧师所带来勉励，愿主继续保守牧师甲牧师娘灵魂成圣，身体安康。咱代表教会感谢牧师，多谢牧师。第二点，2月25号到3月1号，2位牧师到金门休假。返乡探亲。第三点，社区关怀据点银发族的好处比春季班要伫明仔开课，请内容请看公布栏。嘛，请大家为着课程的顺利进行，跟常为志工代祷。第4点，教会奖学金要开始接受申请，那预定在3月23号颁发。奖学金发放办法详情请参看公布栏，申请到3月16号截止。第5点，请各团体会长将后一季的聚会内容，也是后赛安排伫后3月16号前交给干事会诊。团契消息第1点，上年团契伫后礼拜5上午10点有一个讲座叫《隐藏的心脏急症主动脉剥离》，有请到一个刘德菊专科护理师，欢迎各位兄姐参加，地点在4楼。第2点，后礼拜周末阮情社团契举办2天1夜的生活营，地点伫金山。以上，奉献面试，若是有错老高的，请干事来订正。上营信息第511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会众请起立。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天父上帝听堂，3个永受圣神的帮助，
对这个祈告，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未倒必会，